花莲县政府逐档拢会办团体结婚，也毋过说因为这个报名的简章顶头是以查甫兵甲查某兵来做分类，这互同性的情伴是感觉真无受到尊重。今年这个县府虽然讲有改称呼，也毋过说讲办这个团体结婚是为着要来鼓励生囝，结果引起搁较侪讨论。 上摆新人参加花莲县府举办的一团结婚，不过现场看无同性婚姻的新人，因为报名简章顶悬，结婚的人称拢是新郎新娘或者是男方女方的称呼，同性婚姻者向议员陈情。但当天花莲县的窗口是跟我说，男女很好啊，你们同性恋可以自己选择谁要当男的，谁要当女的。他这样子的说法，对于我们同志团体来讲，非常的失礼。面对抗议。 县府民政处今年收过一团结婚，甲名称改掉。蔡福文回应讲，办一团结婚是为了鼓励生育。各一届强质疑，敢是对同性婚姻有歧视？你们说花莲县的集团结婚不欢迎同志报名，因为要提高生育率，因为要减缓少子化，所以县府的集团结婚不欢迎同志。 面对议论，民政处长讲，伊绝对无讲过无欢迎同性婚姻，针对用字会以鼓励生育为理由，嘛强调是遵照中央鼓励生育的法规。花莲县的集团结婚拒绝同志参加吗？我们没有拒绝任何形式的集团结婚。你回答我这个问题，拒绝同志参加吗？不拒绝任何形式，我们都欢迎。同性婚姻实施已经几啊年，不过因过包括前县长鲍坤奇几啊届讲无支持同性婚姻，即马搁加上新的争议。 同性团体希望县府尊重多元的性别，尊重法律，保证同性婚姻的权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